昨有报告乡亲知，南投县某一间的高中有一个男学生靠说老爸咧做警察，是甲共班的一个弱势家庭的女同学侮辱吞打，有2年遮尔久，甚至甲过程翕落来，甲同学来电，这个作风是真唱秋。代志爆出来了后，学校甲当地警察分局的面册，是互民众留言大大来痛骂。看这个代志点要袂收山咯，这个男同学的爸爸伫面册来留言，讲因爸囝之间的关系真疏远。因为做警察的关系，无时间好好来教囝，这拢是伊的过错，伊嘛真道歉。另外，学校处理的速度上慢，嘛互外界真批评。学校早起嘛公开来道歉咯。南投县一间高中的查甫学生为过开始性侵一个女同学，前后有2年。可惜讲，因老爸是警察，恐吓对方，佫有翕相片威胁，代志一个逼。这个查甫学生的老爸伫面册回失礼。写讲用不够负责过，这查甫同学老爸写讲，因为工作关系、亲子关系较疏离。已经请休假。另外，针对外界质疑警方敢有涉案，警察局嘛做回应。4月19号完成被害人的笔录制作。警方讲，这案件4月份受理报案，6月份移送少年法庭审理。校方是伫4月16收到女同学写的检举批，4月20日，女方家长交回资料，4月2日开性平会，4月30日调查小组开会，一直到8月26完成调查，足足4个多月。因为依照性骚扰防治法第13条，校方应该伫2个月内完成调查，必要的时，敢会使延长1个月时间。造成社会的纷扰，我在这边向大家道歉。校方回失礼，本来将2位同学分班，当作讲安尼代志就会结束，不过性侵事件为高一就发生，一直到高3才分班。外界咧批评讲学校的反应有够慢。即摆被害女学生穿长假，这个查甫学生被送少年法庭嘛已经休学，等司法的调查。